这里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10月6号，公元2017年11月24号。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欧旅游年辩论会上提及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等地展开参访行程，斯里兰卡藏传佛教协会出版的达赖喇嘛尊者自传。斯政洛桑圣格出席第9届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斯政洛桑圣格在加拿大呼吁藏人要加强内部团结。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会见加拿大国会议员。加拿大外长表示，中国必须允许联合国代表会见班禅喇嘛引渡去吉尼玛。司政对加拿大年轻藏人发表演讲，表示必须融入家国社会，但不能被同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1月16号，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上进行的2018年欧盟中国旅游年和2018年欧洲文化资产会议期间，欧洲议员莫莉卡托女士呼吁北京方面重启与达赖喇嘛尊者代表间的对话，并提出中共在西藏严重侵犯人群，旅游业优先要重视人权问题，还强调因经济利益而不能忽视人权问题。随后，欧洲议员乔巴索格尔先生则谈到西藏存在严重的人权侵犯问题，中共还对西藏各地进行严厉的监视措施。欧洲议会议员莫莉卡托女士是西藏福利小组副主席，议员乔巴索格尔先生是国际援藏团体成员。近年来，两位议员一直在议会上提起西藏问题，同样在西藏各项自由运动方面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另外，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11月17号从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启程前往首都新德里，对布巴内斯瓦尔和加尔各答等地展开了为期1周的参访行程。11月18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萨尔温公立学院展开参访，并对该校师生和民众发表演讲。尊者表示，古印度文化有着极为丰富的价值观，能为世界做出很大的贡献，强调在他有生之年将致力于复兴古印度文化，复兴古印度文化能建立和平快乐的21世纪。尊者表示，当今社会只重视现代物质教育，而古老的教育价值观一直被忽略，所以必须要重振这古老的知识。11月19号，因受新德里微笑儿童健康与教育基金会的邀请，达赖喇嘛尊者驾临该基金会，对上千名印度儿童发表了以全球责任为主题的演讲，并为资助印度贫困地区的儿童教育事业，向活动主办方提供了1250万印度卢比的资助金。尊者对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表示痛心，并试图通过为贫困儿童提供适当的教育机会来减少这种差异。尊者表示，教育是创造平等世界的关键。地球上所有的人，无论贫富贵贱，都是以通过教育实现伟大平等的潜力。因此，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对孩子的教育事业上。随后，该基金会创始人米希拉先生发表了演讲，感谢达赖喇嘛尊者为印度贫困地区的儿童教育事业向该基金会提供的巨额资助，并把达赖喇嘛尊者描述为和平、仁爱、慈悲的崇高象征。11月20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奥里斯邦时，受到了该邦首席部本纳维恩先生和旅游与文化部长千德拉班德先生等热烈欢迎。奥里萨邦首席部长纳维恩表示，能邀请到达赖喇嘛尊者到奥里萨，是我和本地居民们的无比荣幸。通过与达赖喇嘛尊者一起交谈，使我了解到当今世界上许多重要问题。相应奥里萨邦将来对发展和人民的福利都需要得到尊者的祝福和指导。11月21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奥里萨邦首府布巴内斯瓦尔参访了该邦卡林加社会科学院，并接受了该校对尊者颁发的 KISS 人道主义奖。尊者随后向该校的25000名学生发表了演讲。
达赖喇嘛尊者表示，现有的世俗教育制度只注重物质发展，但是如果我们能在这一教育体系中将注入慈悲与关爱等论理，那么世俗教育体系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尊者表示，我们都要懂得人人平等这一道理，要打破种姓高低贵贱等这些错误的观念，要凭借自身努力来改变现状。我自己也并非出生于富贵家人，而是来自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我虽然拥有达赖喇嘛尊者这一尊称，但是我没有停止过付出努力。你们也不要在意彼此间种姓、富贵、贫贱等这些差异，关键是需要建立自信，并为之付出努力。如果弱势群体自认为天生不及他人，那么人类就不会有任何发展。最后，尊者向学生表示，你们要有自信，在学习上要加倍努力。你们是21世纪新一代，你们有很多机会和责任。Important is all of us, all us, right? All of us, same human being, same brain. 此外，达赖喇嘛自传《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以僧伽罗语在斯里兰卡周末拉嘎迪巴报上作出刊登。11月19号，斯里兰卡藏传佛教协会以僧伽罗语出版达赖喇嘛尊者自传《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该书是由Ravan Haris Chandra 翻译。斯里兰卡藏传佛教协会会长表示，我们在支持西藏事业上采取以僧伽罗文出版达赖喇嘛尊者自传《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在斯里兰卡周末报上作出刊登。接下来，请看第3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森格近日结束对欧洲3国的访问行程后，前往加拿大出席了在新斯科舍省首府哈利法克斯召开的第9届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司政洛萨森格此次是连续第4年参加该会议，每年都有60多个国家的300政要人士和专家学者参加这一国际安全论坛。在11月20号结束论坛的最后一天，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森格作为主讲人之一，以中印关系为主题发表演讲。司政洛萨森格指出，西藏是中印关系的核心问题，只要西藏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中印两国间的问题将会更加紧张和不稳定。司政洛萨森格还谈到了有关西藏的生态环境和全球气候问题，并强调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需要得到保护，而西藏人民则必须成为自己土地的管理者，这样才能保护世界物景。Hence, when we talk about the increase in the temperature in 2014, 15, 16, including the heat wave in Europe and northeast of China, all because of the Tibetan glacier. 另外，11月19号，司政洛萨森格在加拿大参访行程中会晤了多伦多地区的流亡藏人民众。司政洛萨森格在当天的会晤中，向与会的藏人强调了加强内部团结的重要性。司政洛萨森格引述达赖喇嘛尊者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做出的指示，要求境内外藏人不分宗教派别、不分区域划分而团结一致，呼吁藏人要加强内部团结，并强调这也是藏人行政中央内阁纲下推出5.5式战备规划中的一部分。随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森格于11月20号抵达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同加拿大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阿里夫·威尔拉尼等议员进行了会晤。司政洛萨森格并接受了 CBC 电视台采访，发表对权力与政治的看法，并介绍了中间道路的真实含义。司政洛萨森格还会见了当地的藏人，强调达赖喇嘛尊者与流亡社区发展之间的亲密关系，并要求境内外藏人不分宗教派别、不分区域划分，要团结一致。此外，加拿大外交部长克里斯蒂安呼吁中国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联合国国际宗教信仰自由问题
特别报告员会见班禅喇嘛金敦曲吉尼玛。班禅喇嘛金敦曲吉尼玛是1995年由达赖喇嘛尊者按照藏传佛教传统认证为第10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然而不幸的是，班禅喇嘛金敦曲吉尼玛在年幼6岁时遭受中共的秘密劫持，当时被称为全球最年幼的政治犯。根据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发表的报告，弗里兰德部长的这一呼吁是在今年6月份针对加拿大国会支持西藏小组副主席兰德尔·加里森就有关于加拿大政府支持西藏维权人士方面所提问时的答复。加拿大议员加里森询问加拿大中国代表提供西藏班禅喇嘛金敦曲吉尼玛的下落，以及要求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允许加拿大外交代表团会见被拘留至今的班禅喇嘛金敦曲吉尼玛。加拿大外交部长弗里兰德还要求中国当局要提供有关班禅喇嘛金敦曲吉尼玛以及他父母的住址，以及何时让班禅喇嘛金敦曲吉尼玛和父母返回西藏的确实时间。11月19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加拿大多伦多同当地的年轻一代藏人进行互动交流，鼓励新一代的年轻藏人在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下，努力发扬和推广西藏传统文化和语言文字。司政洛桑森格指出，无论是否拥有加拿大公民身份，该国的流亡藏人都必须保持西藏民族独特的身份。司政进一步表示，我们必须要融入加拿大社会，但不能被同化。你可以成为一个骄傲的加拿大公民，但是你要永远铭记自己是西藏人。观众朋友们，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星期五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